我的心有伤痛花，要怎搁行兄？坐坐困目重担，我袂扛着你的疼。只听我做宝贝，毋捌放弃我，予我永远踮你面前，毋免搁着惊。主你的疼，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夜外，空隙也开阔，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疼，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对担到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疼，我的心有伤痛花，要怎搁行兄？坐坐困目重担，我袂扛着你的疼。主你听我做宝贝，毋捌放弃我，予我永远踮你面前，毋免搁着惊。主你的疼，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夜外，空隙也开阔，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疼，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对担到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疼，主啊，阮的心忧伤惊吓，重担真多，行袂叮当。但是你听阮做宝贝，你毋捌放松阮，互阮伫你的面前，毋免搁着惊。主你的疼，透包阮的心，安慰阮的灵，引带阮的路站。只是阮要安静，将一切交托伫你，进入你的同在。主啊，对担到永远，无论啥物会拆散你的疼。愿圣神只是领导阮的中间，亲自来引带阮，互阮的心得到安静，得到更新，互接下来的祈祷，毋是出于习惯，乃是出于真正的渴望。就是邀请兄弟姊妹，咱安静咱的心。伫上帝的面前，咱真欢喜，咱搁一道来上帝的圣殿中来敬拜伊。只是咱将上帝赐落伫咱心中所有的恩典，上帝一步一步引带咱头前的路站，所有的一切咱献上咱的感谢的祈祷伫主的面前。同时，咱嘛将咱的罪全然摆在伫主的面前，恳求主耶稣的保护来洗清咱所有的罪。咱为着这项项事，咱三角来祈祷。请祈求上帝，我满心感谢你，因为你是阮生命中真正的快乐，也是阮四维稳当的品牌。主啊，当阮生活靠你的时阵，阮就无着惊，无惊吓，无失志，阁无孤单。因为你要亲自做阮的帮助。今仔日阮来到你圣洁的殿中，毋是靠阮的能力，靠阮的经验。咱是单单因为你的恩典，将阮一个一个三角来召主来到你的面前。主啊，阮的心要因为你来欢喜，因为你的看顾保守，从来毋捌来停止。因为你的看顾一站搁一站，靠阮行到今仔日的路站。无论今仔日这个礼拜，无论这个礼拜阮经历什么款的劳苦，什么款的重担，承受着什么款的试炼。今仔日我拢要放落伫你的面前，来得到安慰，得到安息。主啊，此时我要全心全意将上赞献给你，
愿阮所唱的诗歌，毋单是声音，是阮所献上的敬拜，毋单单是一种仪式，乃是献上阮合拜伫你面前的敬拜。因为是配着阮一切俄乐的主，配着阮一切尊荣的王。主啊，愿你教导阮所有的敬拜，愿圣神自由运行伫阮的中间，拍开阮的心，互阮的灵，搁一摆来醒起来。想使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有一个较无的灵，甲你亲近来听你的声。亲爱天父上帝，只是阮嘛要安静来到你的面前，放落阮心内的迷乱，单单来仰望你。阮咪要将阮所有的罪摆咧伫你的面前，阮常常，阮要承认，阮常常嘴讲信靠你，啊，毋过阮心却无完全来交托伫你。阮来敬拜你，啊，毋过阮常常无顺服你的旨意。原来向你祈求的时，我嘛常常无耐心来听候你的应允。主啊，阮承认阮内心容易骄傲，容易来比较，看家己的好，无看到别人的软弱，看无家己的欠缺。主啊，这是阮从阮心内所想的交的罪，也是阮所无想到的罪，一项一项交伫你的面前。主啊，恳求你赦免阮，毋是阮会抗拒，是因为你是信实，你是公义，你是稳定的主。主啊，求你用主耶稣的宝血洗净阮的心，更新阮的性命，互阮今仔日的敬拜对头到尾，为悔改开始，将阮的心重新来献上伫你的面前。我能感恩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只是咱嘛为着国家、社会、甲世界的局势，也为着复兴台湾正教会，会当真做传扬平安福音、救赎稳定的教会，咱三甲献上咱的祈祷。亲爱的上帝，你是掌管历史的主，万国万民拢伫你的手中。主啊，即马世界的局势动荡不安，战争灾难甲不义充满伫这个世界，人的心失去方向。阮常常愿要为着这个世界向你来仰望，求你来怜悯列国列邦，互动乱的所在会当得到和平，互受苦的人会当得到安慰。天父，阮要将我所听的台湾这个岛屿、这个国家交托伫你的手中，恳求你看顾保守阮的国家，赐了公义、廉洁甲智慧伫执政掌权的身上，互你的公义会当实行。伫这个土地，互这个地会当行伫公义、公平、甲真理中间。主啊，嘛要为着台湾正教会来祈祷，愿你的圣神来大大来灌压，复兴你的百姓，互教会袂过退后。咱是火力听主，彼此相听，合意祈祷。愿正教会成做更加严、勇敢传扬平安的福音。见证基督救赎的稳定，互更较侪人会当认捌你、归向你。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伫地上，咱行伫天里。愿来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上时咱嘛为着教会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主保守咱的心，无受到对敌的攻击，有平安喜乐，甲咱三角地地。咱嘛为着咱的家庭。来献上咱的祈祷，嘛为着经济稳定、解决财务的困境来祈祷。特别咱嘛为着兄弟姊妹身体病痛、心灵忧伤的状况，咱献上咱的祈祷，甲为着咱厝里人来健康祈祷。上时咱嘛为着失丧亲人的家族，咱嘛献上咱的祈祷去点名，互咱真做一个彼此相听的教会，咱嘛为因献上咱的祈祷。咱三角来祈祷。现在天父上帝，今仔要咱当地就是教会兄弟姊妹全然交托伫你的手里。主啊，你是阮的牧者，让阮心内软弱甲需要，恳求你保守阮的心，袂受到对敌的攻击，互阮伫你内面有平安、有喜乐、有信心甲盼望。求你帮助阮，甲阮厝里的人关系当和睦，彼此相听。主啊，为着阮的工课，阮的职场，是阮的学校来，恳求你用智慧甲稳定手术，阮的拜拜，互
无论是同事甲同事中间，还是朋友中间，拢有美好的关系，会当活出基督的见证。主啊，嘛要将所有兄弟姊妹的经济交托你的手里，恳求你供应一切所需要的，来解决因的战斗的困境，因为你是经你丰盛的上帝。主啊，安尼，主啊，当时来到你面前，要特别为着教会中病兄的肢体，心灵上兄弟姊妹献，你献上。你知影阮每一人的状况，你看这肉体的疼，也明白心内的担当。有的疼是人看袂到的，啊，毋过是逐工拢缀伫心内。主啊，恳求你施行怜悯，互你的医治的圣手临到，无论是长久的病痛，还是突然间的软弱，主啊，拢求你来亲自医治、扶持、更新。主啊，嘛要为着心灵受伤、情绪无好、忧伤孤单的兄弟姊妹，主啊，求你用你的同在来慰慰因，用你的话语来安慰因，用你的平安来坚固因。当伊开来用尽的时，求你成做因的力量；当因目屎流落的时，求你成做因的瓦靠。主，阮相信你是医治的源头，你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主啊，阮相信你是满有怜悯、慈悲的上帝。阮今日三甲组织，特别为着失去亲人的家庭献上阮的祈祷。伫这段时间，言语变真侪有限啊，心灵满是震动。啊，毋过你是听阮吐气的主，是明白阮目屎的上帝。主啊，当因生活因为失去来破碎，当原本熟悉的声音，因的身影忽然无伫身边，求你用温柔的手，将拍落伫土骹的心一片一片啊捡起。求你成做因的臂来锁，当风影来临的时，互因所有所在通休困，有力量通喘气。主啊，求你将天顶的雾梦放伫因的心内，毋是催逼因来放袂去悲伤，是伫哀哭当中，互因知影生命悠远有你的陪伴。当回忆显现伫因的心内时，求你赐落平安；当孤单家当的时，求你赐落互因有光明。主啊，恳求你赏赐智慧甲温柔，互因身边的人，互教会、厝里的人、朋友，成做你听的器皿，用陪伴代替说教，用拍耳孔听代替回答。愿你的安慰透过人甲人的扶持，的三角扶持，真实临到这个受伤的家庭中间。主，阮相信你是掌管生命的主，也是带领人行过死荫幽谷的牧者。求你牵引，求你的手亲自引带这个家庭，有一天会伫你的内面重新得到快乐甲盼望，愿将一切交托伫你，奉主耶稣基督之爱，搁我的名祈祷。阿门。煞者咱嘛为着教会各项的事工，为着牧者团队中职同工、服侍团队、团契首长满有恩赐、属灵的恩赐甲服侍的能力，咱献上咱的祈祷。咱嘛为着教会属灵的气氛献上祈祷。特别咱为着说教57年的各项事工献上咱的祈祷伫主面前，咱三家来祈祷。请天父上帝，我们将教会所有事工甲同工全然交托你的手。主啊，你呼召阮伫你的圣殿当中共同来服侍，恳求你将属灵的恩赐、服侍智慧甲能力，赏赐伫阮们牧者团队中职同工、服侍团队各所团契的干部甲团长顶面，互因伫一切事的顶面，拢有你所赐的力量甲恩赐。
主啊，我们为着教会属灵气氛来祈祷，愿你的圣神灌入伫阮的中间，互阮更加较无你的同在，欢喜来祈祷，专心来较无你的话语，用热情的敬拜来应邀你。愿教会成做一个圣神火热的敬拜的团体。主啊，我们为着阮的大使命来祈祷，求你用阮的教会，用你使用阮的附中教会来勇敢传扬主你的福音，引带人来归向你，互更较多的灵魂会当得救，建立荣耀的国度。主啊，为着阮50禧年所有的事工，献上阮的祈祷。50年毋是一个短日子，是一代搁一代，是流目屎，是祈祷，是忠心，搁较是坚持。主啊，要感谢你，互附中教会设教的50禧年，毋是因为阮的人做了什么，是因为你一直伫阮的中间来引带阮。主啊，要感谢你伫所有的设教50禧年系列的庆典活当中，你已经保守阮所有的计划，恳求你持续引带阮头前要举办的所有的研讨会，拢会当得到主你的荣耀。感谢你赐了清澈的异象，感谢你，互阮众人同心合意，搁互阮所有的人搁再一次的来思想，我们成做一间什么款的教会，要行往什么款的方向。专门恳求你，互所有的阮所有几位事工，毋单是活动，是互阮持续行伫主你的道路，互阮持续伫小组，持续伫牧区。持续伫牧师的牧养中间，持续伫每一个生命中间，拢来行往你未来引出的道路。互附中教会的一个50禧年，伫你的旨意中持续来发光，来做光做阳。我来感恩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最后，咱要为着咱今仔日主日的礼拜献上咱的祈祷，求主来兴旺咱。使了搁较无的敬拜伫咱中间，互咱今仔日所有的服侍、所有的敬拜，单归荣耀主。互咱的所有的服侍同工，无论是主日了，无是交通团队，还是所有的服侍团队，拢会当哪服侍哪甘甜，哪服侍哪对得到快乐。咱嘛为着今仔日詹牧师要讲道分享甲两堂所有的礼拜经书，献上咱的祈祷，咱三角来祈祷。请天父上帝，感谢你引带阮进入今仔日的礼拜。主啊，阮较无你同在，恳求你今仔日伫阮的中间来协助阮，使了较侪较无的灵敬拜的灵、娱乐的灵伫阮的中间，用我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咁要叫今仔日的敬拜，甲服侍靠着你的圣手，互所有的服侍同工，所会当透过阮的服侍，得到你满满的荣耀。主啊，特别为了今仔日詹牧师所传讲的信息祈祷，恳求你和我伊的嘴，互伊所传讲的信息满有对你遐来的能力，诚做正向对姊妹的造就甲行为，互阮诚做一个彼此相听的群体，互众人知影，阮就是基督的学生。愿今仔日的敬拜甲所有的事工、所有服侍同工，全然伫你的掌权甲稳定内底。愿你感恩恳求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我的心有伤痛花，腰山搁行行，坐困目重我袂扛着你的疼，主你听我做宝贝，毋捌放下我。予我永远踮你面前，毋免搁着惊。我的心有伤痛花，是邀请兄姊妹咱来三个弟兄来起立，咱三角来敬拜上帝。坐困目重我袂扛着你的疼，主你听我做宝贝。莫放下我，予我永远踮你面前，毋免搁着惊。主你的听，透放我的心，安慰我，
空口也开阔，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因带我的路，保护我，对答到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主你的听，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也活，空口也开阔，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对答到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对答到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主，我感谢你的听，并到我所有兄弟的心中间。主，我们要专心来感谢，专心来学乐你，我们将所有的颂赞献入你的面前，愿你来感恩。感谢，专心学乐心伫你的门，专心向咱献上敬拜，是最准的过节。伫你内面拢无挂虑，喜乐满满。常常感谢，基督无煞，毋茫在你，我要专心学乐，跳舞宣扬你名。伫你的意志里，赢过你世间千里，我要专心学乐，永远学乐，搁要学乐，我要大声学乐，你拢无煞。专心学乐，进入你的门，专心向咱献上敬拜，是最准的过节。伫你内面拢无挂虑，喜乐满满。常常感谢，基督无煞，阮梦在你，我要专心学乐，跳舞宣扬你名。伫你的意志里，赢过你世间千里，我要专心学乐，永远学乐，搁要学乐，我要大声学乐，你拢无煞。我要专心学乐，跳舞宣扬你名。伫你的意志里，赢过你世间千里，我要专心学乐，永远学乐，搁要学乐，我要大声学乐，你拢无煞。天顶地下应敬拜，学乐耶稣基督圣家有个荣耀归你，天顶地敬拜你到永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顶地下应敬拜。敬拜你到永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定打开你的荣耀降落来，一定打开你的同在降落来，一定打开你的荣耀降落来。万国学乐你，你是荣耀君
敬拜。阿罗耶稣基督，圣洁有个荣耀归于你，天顶地下，敬拜你到永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顶地下，合一敬拜。阿罗耶稣基督，圣洁有个荣耀归于你，天顶地下，敬拜你到永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一切荣耀归于天顶的爸，这是咱来唱圣诗，184首，上帝疼叹，哪会遐大？上帝疼痛哪会遐大，欢喜是我我，因我比你上好的人，予我甲你温暖，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若亲信我靠。会得伊保守，会保守所交托伊的，会保守直到伊日。耶稣稳定爱的野心，充满伫我心内，因为对信心敬互伊。心的平安自在，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若亲信我靠，会得保守，会保守所交托伊的，会保守直到伊日，信心感动爱。予我亲在过时，承受福音，承受感化，是命我心情变。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若亲信我靠，会得伊保守，会保守所交托伊的。会保守直到伊日，会行诚心三位一体，一生一关一大，尊贵荣光永远无替，无路伊名无散，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若亲信我靠，会得保守，会保守所交托伊的，会保守直到伊日。亲爱的主上帝，你是过去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伫地迄位上帝。你看着一切恶乐，看着一切的尊严。阮伫今仔早起是，阮搁一届来调见你，因为阮要来回应你的恩典，回应你的疼痛。主啊，你的恩典真正是非常的大，你的恩典是长阔关深，是人无法度所测度的。你也透过耶稣基督，将你的疼来显明出来。也透过耶稣基督救赎阮的性命，互阮和你的关系搁一届搁好，也互阮
因为透过耶稣基督会当伫主你的内面来含恁三千军，来敬拜你，来学了你。主啊，求你早起时，互阮搁一摆带着这款较无的心，带着一个热情的心，带着一个要含你三千军、含你结连的心。伫今早起时来领受你的恩典，领受你的快乐，领受你赏赐的画面，真侪是阮生命的帮赞，真侪是阮生命的鼓励，真侪是阮生命的安慰，也真侪是阮生命上大的祝福。愿主你伫早起时，搁一摆引带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来敬拜你，毋但是阮个人甲你的关系，也是阮富强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做伙对你的回应，做伙对你的敬拜。愿今仔早起时，真做一个荣耀的敬拜，将一切归荣光拢予你。这时，我嘛要用主你所教导阮的祈祷文，同齐来祈祷。我伫天的马，我你的名是，你的国降下，你的旨意行，伫地里亲像是天里。我的日食行路阮，下来阮的路，亲像阮下来路阮的人。无你带阮入日时，就叫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大家请坐。这时咱来启用。启用文28篇，诗篇118篇。我来启会众来引。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愿以色列讲，愿阿伦祭司的家讲。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伫危急的时，我求救上主。上主甲我同在，我袂惊吓。甲我开公义的门。这个门是上主的门。上帝啊，你有应答我，我要感谢你。起厝的师傅，去杀的鸟，这是上主的作为，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上主啊，阮求你，求你解救阮。奉上主的名来的，迄位应该受祝福。着也手机参加庆典。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这是咱阿头的祈祷。至善、至善、大慈悲的上帝，阮来到你的面前，谦卑。承认阮有罪恶的本性，紧做歹，贫惰行好。阮有真侪软弱，也真侪过失。只有你知影，阮有罪，时常离开你的正道，浪费你的恩赐，也袂记你慈悲疼他。主啊，求你怜悯阮，阮为着一切过失，
心内建设甲忧愁，恳求你为着你所听的囝赦免阮的罪，假使阮的错误，洗清阮一切秘密的罪恶，至圣至仁慈的爸，恳求你帮助阮，伫你的光的内面来活，行伫你的道路。亲爱的天父，阮的上帝，恳求天父阳光遍照台湾这块土地，也目前民间风俗遍满着全地，求主实现人民甲拯救，求圣神光照台湾，赶走一切黑暗的势力，抓到着台湾百姓，会当拄着真光来悔改。归往圣神医治甲透棒，耶和华我的上帝啊！求你互台湾百姓知影你是真神，求你应允阮，互这个百姓知影你耶和华是上帝的真神，是你叫台湾百姓爱回心转意的。愿圣神的荣耀遍满着全台湾，愿台湾百姓回转归往你。感谢老主，富强教会50许年，阮也当心宣告。富强教会是永生上帝嘅真理的条则，也活出着听健康的教会，积极来传福音信徒的灵命丰盛的教会。教会会友兄弟身体健壮，事业甲经济稳定兴盛，心灵平安喜乐。关系美好，灵命成长来稳固，有敬虔圣洁的灵属灵的生命，欢喜服侍为主做工，追求真理也无落入到迄个试探，专心跟对主的脚步，互相听，彼此来连结，成做主所喜爱的儿女。听阮人类的主啊！求你智慧的真光来光照阮，阮的心来开启着阮的财目、知识的目睭，也互阮会明白福音的意义。阮将今仔日牧师所讲的、听的，甲阮心中做阮的美娘，甲路上的光。愿圣神甲阮同在。我靠主耶稣基督。奉靠主耶稣的基督的名，阿门。享受上帝的话，咱来看旧圣经记载伫约翰一书4章第7节到12节到19节，这是我的读。亲爱的朋友，咱着三听，因为听是对上帝来，有听的人是上帝的囝儿，嘛捌上帝。无听的人毋捌上帝，因为上帝是听。上帝差伊的独一的囝来到世间，要互咱对伊得到活命。对即个上帝的听显明伫咱中间，毋是咱听上帝，是伊有听咱。找伊的囝做赎罪祭来赎咱的罪，这就是听。亲爱的朋友。上帝若遐尼听咱嘛爱三听。无论捌看见上帝，咱若三听，上帝就点伫咱的内面，伊的听通过着咱完全实现出来。咱着三听，因为上帝有大声听咱。
以上，愿主的话来祝福听叹伊家己的人。现时，咱圣歌队要学了的诗歌是上帝若为咱。吟诗说，詹牧师要为咱讲道所讲的系列是彼此相听的群体，彼此相听的群体。个一个感谢咱的圣歌队带来遮有气力一个娱乐的诗歌，互咱搁一个通了解有上帝听伫咱当中，互咱无伫惊吓，互咱有一个得胜的性命。也透过今仔早起是咱搁一个组织，咱嘛来做伙领受上帝的恩典，诚做是咱性命的帮赞，诚做是咱性命气力以及活命的源头。伫咱开始分享信息进前，咱搁做伙来做一个祈祷。请主上帝，阮感谢你，
你互阮无论伫什物款性命的健康，你拢带领阮，互阮会当倚靠你来得胜，互阮倚靠你来得到喜乐，倚靠你得到平安，倚靠你得到阮性命活力、性命的刚强。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这也是你互阮看见你听愿的方式。也愿主伫今仔早起时，也搁一摆透过你的话语，互阮通搁较明白，主你是何等听阮。主你对阮每一个性命的旨意是啥物？互阮通回应这份恩典，通回应这份听，伫阮的生活中，伫阮教会的服侍，伫阮每一日，拢会当不断来思考，也不断来回应主你的教导。愿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今仔早起时，要和大家做伙来分享这段的圣经，记载伫约翰一书第4章第7节到第12节，以及阁有第19节。通常咱在看这段圣经的时阵，常常特别伫后壁这个19节，也是头前讲到听的时阵，有时阵会伫婚礼的时会出现，在甲人。特别伫要甲要结婚的人，也是有时阵有一个群体，啊，甲因分享讲爱安怎来相听，爱安怎用上帝听真实活出来伫伊生命内面，真实来回应上帝的恩典。为这个礼拜的讲道，煞来每一个月牧师嘛拢有一届的信息的分享。咱知咱的教会要开始要真正要进入到第50周年，其实已经剩3、4个月的时间。咱8月9号要庆祝咱教会50周年，但是咱知50周年是咱一个非常值得咱纪念、值得咱来想上帝恩典，嘛非常值得来看上帝的带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但是50周年，伊会过去，伊会继续往前，咱会继续行51周年、52周年，甚至是这个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咱会伫上帝恩典甲保守内面，咱继续会行落。所以，咱真做是一间教会，咱真做是这个信仰的群体，咱嘛爱搁较不断来思考。既然咱真做是一间教会，那安尼伫上帝的心意。伫上帝的话语内面，安怎甲咱讲？咱爱活出一个教会的生活，活出一个这个信仰群体应该爱有的模样。所以为这届讲道开始，煞来有几届的系列的分享，咱要做伙来思考，那做伙来透过上帝话来想，咱是教会，咱是教会，但是咱是教会嘛，毋单是咱是富强教会尔。其实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嘛，拢真做是一间教会。最近伫周间的查经班在查考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在所讲的，就是咧讲教会。以弗所书咧讲的教会嘛，毋是讲是这个看会到的建筑物，毋是讲遮即群人叫做教会尔，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兄弟姊妹，你拢是一间教会。所以咱咧讲真做一间教会是，毋单是讲咱的富强教会。毋单讲是这个建筑物，毋单是讲咱这群人尔，其实咱每一个人拢嘛真做是一间教会，咱是一个世间的教会，然后大家不断联合伫耶稣基督内面，咱真做是上帝心意伫耶稣基督内面的教会。所以说，咱有几届分享，咱做来想，既然咱是教会，毋单是咱个人，咱的富强教会嘛是一个上帝的教会，那安尼咱应该爱安怎来回应？伫咱今仔所读的这段经文，约翰一书是这个约翰伊所写予当时遮个咱讲即马可能是算伫托尼基遮个教会。伫当时遮个教会内面有拄着一寡个问题。遮个教会虽然因拢有聚会，拢有做伙参与，
但是伫这个教会内面有产生一寡假的教师，也是有一寡无正确的分享伫内面，致到这教会内面的人，伊对信仰产生怀疑，甚至遮的人因所分享的虽然讲，但是因却无真正表现出爱心。虽然因讲了非常侪上帝的话语，虽然因讲了非常侪无共款的教导，但是因却无真正实行出来上帝伫讲的听甲稳定是啥。所以约翰伊就写了这个批，写互当时这附近的教会，搁一摆，互因了解上帝的心意是啥物。特别嘛，甲因讲上帝会听伫教会内面安怎实行，上帝会听伫教会内面是哪尼啊重要。所以伫咱今仔所看的经文，伫约翰一书第4章的第7节到第8节，约翰伊安尼甲遮的信徒安尼讲，伊讲咱着三听，因为听是对上帝来，有听的人是上帝的囝儿，捌上帝；无听的人无捌上帝，因为上帝是听。伊讲亲爱朋友，咱着三听，因为听是对上帝遐来。咱知听。对咱每一个人来讲，咱可能对细汉到伫即马，咱拢不断地经历这个代志。听可能是看袂到的，伊可能是一个无形的，但是伊可能会透过无共款的表现，透过无共款的言语，也是透过无共款的行动，咱会当感受到啥物叫做听。约翰伫遮甲遮教会信徒讲一项代志，伊讲咱爱学习。着三听，因为听是对上帝遐来，有听的是上帝的囝儿，也认捌上帝。伊讲无听的无认捌上帝，但是到底这个经文圣经在甲咱讲上帝是听，还是这个听到底差别伫倒？咱可能对细汉到伫即马，咱嘛不断地向人分享叫做听。咱伫厝内人含咱咱的亲属、咱的朋友，咱嘛当咧分享听。但是，什么叫做上帝的听？特别伫咱这个信仰的群体内面，上帝的听到底安怎来实行？上帝的听到底伫咱的教会内面爱有什么款的重要性？当咱咧看圣经的时阵，特别伫原文的希腊文内面，有4种在形容无共款的听，有4种无共款的方式在形容听。第一个叫做亲情的听。就是咱含咱厝内的人，含咱的囝儿，含咱的爸爸妈妈，含咱阿公阿嬷，含咱咱的家族内面，这亲情的听。特别伊咧讲的是有血缘关系，就是伊是同一个家族的。第二个伫圣经内面，伊讲的就是朋友之间的听，朋友之间的感情。特别是因为你有共同的兴趣，也是有做伙做某一项代志，所以才会人组织做伙。但是朋友的听可能有产生一个代志，就是因为这人虽梦讲足好，有同款的兴趣，组织做伙，但是若产生好的影响，这群的朋友会愈来愈好；但是若是产生歹的影响，这群朋友可能变了愈来愈歹。第三个，伊咧讲的是情欲的听，特别伊是咧讲男女之间的关系。伊咧讲男女之间的关系。第四个，伫这个希腊文，特别咱伫圣经上看到，叫做真实的听。咱可能听过一个字叫做阿加贝，就是咧讲阿加贝的听，就是真实的听。这个听是无论任何的代价，愿意牺牲，愿意奉献，甚至无看这个人敢值得我听，我愿意去听。这是圣经，这是希腊文内面，互咱看见无共款的听，特别。咱看见这个阿加贝的听，就是这个真实的听，是对上帝遐来的。当然，意思毋是讲头前这3种听都无重要，毋是讲我含我厝内的人建立关系，我含我的朋友有好的兴趣，还是我含我的太太、我的先生有安尼这个夫妻的关系，这种听无好，是咱需要有真实的听去带领咱伫咱含别人建立关系。含人伫互相相听的时阵，有一个正确的带领。无咱若用咱家己的想法，用咱家己听人的方式，可能会产生一寡误会。特别伫咱的经验内面，这个听可能是因为你对我好，所以我对你好。伫这个经验内面，可能是我互人忽略啊，有人对我较冷淡啊，所以我就无爱插伊，我就对伊较冷淡的。这个听经验嘛，可能是我只有听我介意的人，
别人和我无关系，我只看我想要看的人。但是，若产生一个问题是，所有的关系，特别是听的关系内面，拢建立着对方先做啥物代志，还是对方先讲啥物，那安尼关系会当稳固吗？这款的听，就容易可能就有产生一寡问题。特别伫一个群体内面，若是安尼，可能充满比较，关系可能会慢慢离开，甚至会造成伤害。所以咱知人的听。毋是讲头前遐人的听拢无好，但是咱知人的听可能是有条件的。某一寡代志，咱人的听可能是有限制的。伫咱人的听内面，可能有一寡是有选择的。所以毋是讲遮的听拢无好，伫咱生活中遮的听拢无好，是咱真正爱找到一个会当带领咱从真实的听挖出来的。但是当然，咱为世界的眼光来看，咱必须爱承认。遮的听非常合理，咱必须爱承认，就是遮的听足合理的，就是你对我好，是我对你好，就是你甲我忽略啊，你无注意我，所以我就不爱插你，我就离开这个所在。也是讲我只有看我介意的人，我看我爱的人，其实用这个世界的眼光来看，其实非常合理，其实非常合理，因为这是咱人的本性是安尼，而且搁较。特别的是，其实咱嘛非常望一项代志，就是有人会当看到我，有人会当听我，但是相对可能咱嘛真惊爱付出足多，咱可能嘛真惊讲爱付出某一款代价，甚至付出的时阵嘛无确定讲啊，我做遮济，我敢有得到别人的欢喜？我做遮济，别人真敢有看到我所做的？我做遮济，别人真正敢有介意到我？所以其实伫咱认为的听。也是咱讲要听人，某一个阶段，咱看咱其实感觉这是真有限的，这是真有限的。虽然今仔透过经文，搁一间嘛互咱思考，特别伫基督的信仰内面，毋是甲咱讲你爱去听，你爱去听。虽然咱拄仔看的经文，约翰甲教会讲，恁着爱三听，恁着爱三听，恁着爱三听。但是后壁佫讲一个佫较重要，是因为上帝是听。这个信仰毋是讲你还佫较拍拼去听别人，你还较拍拼去做啥物代志，你还佫较安怎去证明你家己，你才会当得到听，你才有法度伫这个群体内面，敢找到一个你的位。基督信仰内底上根本的基础是咧讲上帝伊就是听。所以问题毋是讲我敢有听心。我敢真正有听心，还是讲我应该安怎听，别人才会感受到我听伊？我应该做啥物代志，别人敢有看到我？我应该付出啥物，别人才感觉讲哇，你这人真正是真好的一个人。是我敢有真正去认捌这个上帝？是我敢有真正去认捌这个上帝？敢有知影讲这个上帝是听的源头？敢有知影讲这个上帝真正听我？这个上帝敢有真正听咱的教会？若是教会，还是每一个军队耶稣的人，表现和这个世界想法同款，那安尼咱有啥物无同款？若是咱因为认为讲就是安尼，我只有条件、有限制、有选择的。当然，咱必须要承认咱真正有软弱，但是咱当在信仰的基础来想。若是咱表现和这个世界所想的同款，那安尼咱有啥物无同？但是换另外一个方式，若是咱和表现和这个世界是无同的，那安尼咱确实会当活出一个无同款和这个世界的价值，和这个世界的文化无同款的一个信仰的生命。所以今日要透过这段经文，咱要做伙来思考三项代志。仰望透过比这个约翰囝所写的，搁一摆，互咱的教会来思考，咱的教会的这个群体，真正是伫上帝听内面，所以咱彼此相听，彼此服侍，彼此鼓励，彼此祝福，彼此扶持，也彼此来成长。第一个要透过这个经文和大家的分享是，遮有一个特别的上帝，因为伊先听咱。伫这个所在有一个特别的上帝。因为伊先听咱，伫约翰一书第4章
第9节到第10节，经文伊安尼讲：上帝赐伊的独生独一的囝来到世间，要互咱对伊得着活命，对这个上帝听显明咱伫中间。毋是咱来听上帝，是伊有听咱，就找伊的囝做赎罪祭来赎咱的罪，这就是听。对咱每一个基督徒来讲，也是对咱的教会内面，对教会来讲，也是对咱每一个伫军队耶稣的人来讲，这特别伫啥物所在？这含这个世界咧讲的文化，含世界外口的群体咧讲的听差伫对，因为这是一个无合咱一般人所想象的听，这无合伫咱一般所理解的听。为什么通好无理解咧？那为头前咱所做伙分享、做伙思考的，咱知有时阵人的听，敢若看强这人较值得我听，所以我听伊。但是上帝的听是，就算这样看起来无，敢若看起来无啥物无价值，但是上帝依然听伊。人的听可能是因为我得到鼓励啊，我得到帮助，有人听我，所以我才愿意回应。但是上帝的听，伊是主动去听。人的听可能会随着时间，随着某一寡代志，可能慢慢啊减少，甚至有一天可能会无去。但是上帝的听是袂结束的。人的听可能会计算讲价值偌济，就是我听这个人，我要付出我偌济时间；我听这个人，我要付出偌济我的体力；我关心这个人，我要付出我付偌济代价。啊，我听这个人，我关心这个人，我敢有得到啥物？我敢有得到啥物好的价值？但是上帝听，伊是无顾惜伊的囝，伊无任何的代价，无顾任何的代价，将伊的囝来赏赐互咱。上帝听毋是安尼讲尔，就是我听你，我听你，我听你。当耶稣最后要定期给进前，伊和伊的门徒做伙食最后的晚餐的时阵，耶稣为伊的门徒亲自为因每一人洗骹。耶稣无伫天顶讲啊，我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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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是真正来到咱的身躯边，真正到伫伊的门徒边啊，为着因洗骹，互因知啥物叫做是听。上帝听毋是安尼讲尔，是咱可能性命佫无成熟，咱的性命可能佫有侪缺点，甚至是咱远远离开伊的时阵，伊就已经为咱每一人、为咱的教会嘛，已经付上代价。所以这是超出咱一般所通理解的代志。所以有时咱可能认为讲啊，我可能爱做了佫较好，我的性命可能爱佫较有价值，我才值得互人来注意我。我可能佫较拍拼努力表现，我才能得到别人对我的认同。我可能爱做是我啥物物件，我较属伫这个团体，甚至可能认为讲我爱佫较有属灵的生活，上帝才会介意我。有时阵咱可能嘛带着这款的想法，带着这款的心态。伫回应上帝的恩典，虽然可能伫教会久，虽然可能伫咱这个信仰真久，但有时咱可能依然带着这款的心态伫生活。圣经上帝话已经甲你讲，上帝已经先听你啊，上帝已经先听你啊。伫罗马书第3章第25节，保罗先生安尼讲：上帝无顾惜牺牲耶稣。用伊当做赎罪祭，照着伊的死，互人因为信靠伊，罪得到赦免。上帝也因为安尼做来显明伊的公义，显明伊对咱每一人会疼痛。所以教会毋是属伫一群非常完美的人，教会毋是属伫讲一群非常完美的人，每一人拢非常好，表现了非常好，才得到别人的注意，得到别人的认可。还是讲我变成一个非常属灵的人，安尼我较会当来到伫教会。我才有法度参与。教会毋是属伫一群完美的人，咱知咱犹原有缺点，咱知咱犹原无完全，毋是讲先变了完美，咱才互上帝接纳，才会当成做是教会。是伫无完全内面，咱犹原知影，咱的性命是由上帝所接掉的。咱的性命犹原是伫上帝的听内面。所以第二个继续要刷第一个这个信息来分享。伫遮毋但有特别的上帝，伫遮嘛因为有特别的上帝，才有一群特别的人，伫听的内面做伙来活出听。
因为才有一个特别的上帝，也因为这个特别的上帝，才有一群特别的人。这群特别的人，伫上帝的厅内面活出上帝的厅。约翰一书第4章12伊讲，无人捌看见上帝。咱若三听上帝点伫咱内面，伊的听通过咱完全实现出来。无人看过上帝，但是透过咱互相三听的时，人就看见上帝的实现。所以，咱了解彼此三听的关键是啥？是咱了解，咱先知咱是互上帝听的。无若甲你讲啊，你爱去彼此三听，你爱去听别人，你爱去关心别人，你爱去为别人祈祷，你爱去参与一寡教会的事工，你爱去参与一寡服侍，你爱参与一寡聚会。若是安尼讲，就变做是一种要求。关键是当咱的性命知，我是有这位特别的上帝。有特别伊阿卡贝听伫我的心中，所以我知我互伊听，我通来回应。那咱无先理解，咱先明白这项代志，咱可能伫做代志，咱认为这拢是一个要求，叫我爱去听人，叫我爱去服侍，叫我爱去参与聚会，叫我爱去做啥物代志。若是咱无先将这个圣经的假释非常清楚了解，那安尼咱可能拢认为讲这是要求，是认为讲这无合理，所以我选择我无爱参与。所以伫遮咱毋是有一群讲哇，咱真正是足够听别人的人。其实伫遮伫教会内面，咱嘛毋是讲一群真正哇足够听别人的人，是有一群互上帝先听的人。伫遮咱毋是讲哇，咱每一项拢足够听人的，咱遮有比较含外口的文化世界比起来，看起来敢是较够听人的一群人。其实毋是，是只有一群先互上帝听的人。所以听的行动的基础，在伫咱和上帝的关系。这也是咱伫耶稣基督内面的身份。听的行动，当咱咧讲彼此相听的时阵，是在伫咱甲上帝的关系。这嘛是咱伫耶稣基督内面的身份。伊呼召咱活出听，伊呼召咱学习伊的模样。这嘛是咱伫伊内面的身份。所以当咱确定咱的身份，当咱真正知我真做是一个互上帝听的人，真正是真做一个互上帝听的教会，咱才有法度踏出正确的行动。无咱若安尼，咱可能一直犹原阁认为，因为我有非常侪的听筒，我付出了非常的侪，所以我是属伫上帝。但是应该倒变过来，是因为我属伫上帝，因为我知有这位上帝听我。所以我开始活出有一个有听筒的生命，活出有一个无共款的生命的模式。所以伫约翰一书第4章19节，伊讲，咱会当三听，是因为有上帝先听咱；咱会当三听，是因为上帝先听咱。当咱真正相信，当咱真正理解。咱的生命是互上帝听，彼此相听就袂阁是要求，彼此相听就袂感觉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代志，甚至袂感觉是一个重担，会真正是你生命真实所流出来非常水、非常美好的见证。所以毋是爱咱搁较努力去听，彼此相听，毋是讲哇，我爱非常努力去听，是因为咱已经。互上帝听，所以咱会当活出一个听的群体，咱会当活出一个有听的生命。第三个，透过这段经文，咱要做伙来分享。伫遮有特别的上帝，因为伊先听咱；伫遮有特别的人，因为知互咱会当活出听。不只有遮每一个领受上帝听筒的人。咱嘛形成一个特别的群体，形成教会，互人伫听的当中看到上帝，也伫咱的教会内面，咱互相去见证上帝的作为。
12讲无人见过上帝，但是咱彼此相听的时阵，上帝就伫咱的生命内面，伊的听借着咱的生命完全来实现。无人看过上帝，但是透过咱的群体，透过咱的生命，就互人看见上帝真实伫咱的内面。上帝虽然看袂到，但是伊透过一群人来彰显出来。伊透过一群人显出伊的荣耀，透过一群人显出伊的恩典，透过一群人显出伊的听，咱真做是上真实的见证。咱真做是真实的见证。特别咱咧看圣经的时阵，咱看到使徒行传，也是看到遮的批信，因所描述初代的教会，遮的初代的信徒，因用侪实际的行动。因伫教会，伫遮的正人的内面，见证出上帝的听是啥物。伫迄个时代，除了咱看到圣经会当了解迄个时代以外，迄个时代嘛有侪写历史的人，嘛有侪记录的人。其中有一个写历史的人。伊安尼记录、安尼描写教会遮个群体。伊讲，遮个基督徒看起来和一般的人无啥共，并毋是在伫讲因的国家，在伫因的语言，在伫因的文化，也是在伫因有啥物款的传统。伊讲基督徒特别的所在，是因无家己活伫家己的城市，无家己活伫家己的世界。因是和别人做伙生活，伊是和别人做伙伫遮分享。所以当时的遮历史的学家，伊嘛安尼款记录。虽然讲因可能毋是基督徒，因可能毋是伫迄个信仰，但是当时记录历史的遮人，因悠然记录因所看到的遮基督徒，因所做的，因所实行的，因所做出美好的见证。所以咱的教会，咱每一个人，咱伫遮，咱犹原嘛是迄个非常特别的群体，是会当见证出上帝听从迄个特别的一个群体。所以教会毋是呼召去爱努力做啥物，教会毋是互上帝呼召讲你爱努力去听人，你爱努力去表现啥物。上帝呼召教会，呼召咱每一个人，是要爱咱去活出迄个听。毋是呼召人讲啊，咱爱努力做啥物，爱拍拼做啥物，爱表现出啥物，是伫即个过程，咱所做的，咱所回应的，是要来呼召活出上帝的听。伫即个所在，互人忽略的人会当得到接纳，软弱的人会当得到扶持，可能有做毋对的人、做毋对代志的人、犯错的人得到饶赦，伤心的人得到安慰。这种听是即个世界看无的。而且是这个世界可能无法度通了解，但是伫这个所在，伫教会，伫这个群体，伫咱每一个人心中，这是可能实现的。所以，互咱的想，咱的教会，咱参与的小组，咱参与的团契，也是伫咱和咱的兄弟姊妹斗阵的时阵，咱这群人敢是真正互人愿意来搁较亲近上帝？也是其实咱的教会、咱的小组、咱遮的信仰的群体。其实和一般的社会、和一般的朋友无啥物差别。所以，伫约翰福音13章35节，伊讲：恁若彼此相听，众人就知你是我的学生。恁若彼此相听，众人就知你是我的学生。这个相听的听，以及伫这个约翰福音13章头前34节，这个经文耶稣咧讲的听，你爱三听。这个听，伊所讲的，伫原文内面拢讲的是阿加贝的听，上帝的听。所以伊讲，恁若彼此相听，是用上帝的听，互相相听。那安尼，众人就知恁是我的学生，众人就知这是上帝的教会。所以重要是咱敢有先了解。哇！上帝真正听咱的教会，
上帝真正疼咱每一个人，上帝真正伫咱这个群体内面已经行了非常特别的代志。那安尼，当咱先了解，咱才有气力，咱才有法度去回应，咱才有法度真正伫这个世代中去见证上帝的教会。咱知伫这个4月份，台湾有足侪传统这个宗教的一寡活动。顶礼拜是这个白沙屯的妈祖，昨昏是大概嘛，开始都出来绕境。你会看见台湾人其实非常健全。你看台湾人其实非常健全，伊嘛在超找一个信用，伊嘛在追求会当得到讨棒、得到安慰，甚至追求得到医治。但是你搁较看到一项代志，为什么人愈来愈侪？你看新闻在报，伊讲每一档人愈来愈侪，愈来愈侪。其实遮个人嘛在追求一项代志，就是在追求迄个群体的力量。遐人嘛在追求讲，迄个群体内面会当带互因有啥物无共款的气力。你看这几工的新闻一直在报啥物？讲妈祖的信徒，这个妈祖嘛有生业，所以人看到迄个讲，伊就讲哇，网络这网络人看了讲足感动的流目屎。你看见人嘛在追求一个群体，你看见人嘛在追求一个见证，人嘛在追求讲会当得到一个安慰。台湾无欠缺遮所谓健全的人，无欠缺讲要追求一个得到疼的群体。但是，伫咱的教会，伫基督的信仰内面，咱敢有真正活出这种模式，互人嘛认为讲哇，这个群体是无共款的，这个群体是有故事的，这个群体是会当不断互人继续讲的。也是有缘，也是认为讲，伫这个群体其实和一般的世界无共款啊，和任何的宗教是无共款的，和任何咱所看到的拢无共款。也是伫这个所在，真正看到有特别的代志发生，有这个特别的上帝伫遮，有一群特别的人，有一个特别的群体，咱的教会。所以这礼拜，咱会当来思考，咱嘛会当来想。特别当咱今仔透过这个信息了解，这个彼此相听的功课，这个回应上帝，毋是因为讲我爱先做啥物，我爱听啥物的时阵，你上重要是先了解我安怎认捌上帝，了解上帝伫咱的使命，伫咱的教会有啥物的心意。所以这礼拜有2个咱会当来回应的代志。第一个就是咱真正开时间来亲近上帝，认捌伊，感受伊的疼。我知侪人你拢有固定灵修的习惯，你拢有真侪个人灵修的习惯。你可能逐工嘛有开真侪时间在读圣经，可能照着教会的进度。但是不只是安尼，另外一个，我嘛无需要要邀请你，若是个人你灵修和上帝亲近，咱嘛来到伫教会时，和遮的兄弟姊妹做伙来亲近上帝。互咱每一摆来教会的时阵，真正是放下咱原本手边在做的代志，就享受伫这段时间，就伫这段时间看上帝安怎对你讲话，伫这段时间看上帝安怎来显明伊的旨意，嘛伫这段时间看见边仔的兄弟姊妹做伙敬拜上帝的时阵，你就看见这个群体带出上帝的疼，就看出上帝的恩典。所以，虽然你人讲信仰是非常个人的代志，但是这嘛是咱众人群体的代志。上帝听得显明伫这个所在。第二个，无需嘛要邀请你，当咱真正了解、理解讲上帝听我，所以我通去听的时阵，你嘛会当开一寡时间想看卖，敢有最近真久我无去甲关心的，真久我无去甲陪伴的，去做一寡平常时你可能袂去做的代志，去做一寡你可能袂去做的行动。毋茫透过遮简单的一寡回应，嘛，互咱更较了解、更较清楚、更较知影上帝的疼真正伫阮的生命，上帝的疼也伫咱的教会，伫这个信仰的群体内面不断显明出来。咱拢是教会，毋是富强教会是教会，是咱拢是教会，做伙活出
也做伙活，做伙学习这款彼此相听，用上帝阿甲贝的听彼此来祝福。愿上帝赐予咱的教会，互咱真正是一个彼此相听的群体，见证上帝听的教会。这是咱再唱一条回应的圣诗，圣诗第257首，然后咱唱了后，咱要做伙为着几项代志，咱做伙来公道。咱坐咧吟就好，咱来唱圣诗第257首，求主运行教会。求主运行教会，春里观念成就，迎你挂苗有来的话，感化情人听受。求主运行教会，求赐福的心志。本得心灵美花的花，迎你万年的开。求主运行教会，互人心灵听你。吹打心无活水的溪，互阮心心温馨。求主运行教会，充满相信温素，福音真理变团转地，因光拢归伫主。咱做有两几项代志，咱做伙来祈祷。第一项代志，咱特别为着家己来祈祷，求上帝帮助，互咱真正是领受到上帝听咱这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互咱真正掠这个真做是咱信仰的根基。因为上帝听咱，所以咱才会当回应伊的恩典，服侍人去听人。第二项代志，咱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求上帝帮助，互咱的教会真正是真做是一个彼此相听的一个信仰的群体，互咱通见证上帝的恩典，见证上帝的听堂。第三，咱嘛继续为着教会祈祷，为着教会要建立到第50周年，咱有侪筹备的事工，侪的分享会要进行。求上帝透过这个活动，互咱的教会搁一摆振兴起来，互咱的教会搁一摆得到帮助。也透过这个活动，透过这个事工，互咱搁一摆来思考上帝的恩典。最后一项，咱嘛为着需要兄弟姊妹来祈祷，无论是伫周报内面所记载的，也是咱所了解咱厝内的人、咱的朋友，咱做伙为着因来祈祷。咱做为着这几项代志，咱做伙开出来祈祷。天父上帝，因为你听阮，互阮的生命得到你美好的恩典，也因为你听阮，互阮的生命有一个更新，一个改变，一个得到激励，得到快乐的一个美好的恩典。主啊，求你帮助阮，透过阮领受到你的听，阮也学习，阮也回应，去听别人，去关心需要的人。主啊，互阮知，这毋是一种要求，这毋是阮生命的重担，是因为阮真正领受主你听阮，真正知主你伫阮的生命美好的作为，所以阮知阮应该安怎回应。特别伫教会，特别伫这个信仰的群体，互阮通做伙见证，也通做伙回应主你伫
这个所在所做一切的美好的代志，互人因为看见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看见着咱的教会，也看见主你就伫这个所在。愿主你继续使用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也特别使用阮的富强教会，真做是一个见证，互相彼此相听的一个群体。也求主你继续带领阮的教会，当50周年迄个时刻愈来愈近的时，愿主继续帮咱引带加添快乐，互每一个兄弟姊妹做伙来迎接这个教会重要的时刻，也做伙来看见上帝你的稳定的带领，毋但伫过去的带领，嘛要伫现在，嘛要伫未来不断带领、不断开路、不断互阮看见着主你的同在。也恳求主你，甲每一个需要的兄弟姊妹三个伫地，愿主你的听伫因的心中，互因感受到主你对因的安慰、对因的怜悯、对因的帮助、对因的扶持、对因的鼓励，互忧伤的、互软弱的、互惊吓的、互失望的，因为主你的听，搁一届互因的性命活过来，互因的性命得到主你完全的照顾，得到主你完全的带领。主啊，搁一届将每一个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中，真正互阮每一项学习活出有主你的听的人，互咱活出有主你的听的信仰的群体。搁一届献上阮的感谢甲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应答上帝的话，咱即时来奉献。会将起立来唱奉献的回应诗。甘心的奉献，主我愿意，无意的奉献，主所欢喜。主听见大无比，我愿一生为你奉献你所想事，报答我主。阿门。会众请坐。这是咱来看这个月的金句，咱做伙来念。我是葡萄树，你是枝，甲我结连，我嘛甲伊结连，会结真多果子。因为无我，你袂当做啥物。约翰福音15章第5节，这是我来报告。咱掀开着酒杯第2页，下酒的服侍当中，咱主咧是夏牧师，师咧是
张乐基执事。咱看掀开着第4页，集体交通。本会消息，本主日是总会大众传播中心的奉献主日。咱邀请兄弟做伙来为着传播基金会伊的运作，甲来关心来带导。小会的报告，咱要召开小会，伫今仔日下晡1:30，伫2楼会议室来召开，请小会员来有备心来参与。咱礼拜地点来行动。咱本会下主日是4月26，为着要配合着迄天的下晡举行的圣歌队的诗歌观摩会，需要布置着咱4楼的礼拜堂伫个场地，所以咱第2堂的礼拜要刷到伫教育中心地下室来敬拜。请参与第2堂的礼拜兄姐，注意咱的场地来刷到伫教育中心。第3点，带导团的消息，咱第55期5月到9月中部带导复赛开始来报名。咱报名伫到4月底，4月30来截止。若有感动的兄姐来到1楼公布栏来登记复赛的时间。第2点，咱要伫带导团伫5月初3 2堂的礼拜中间来举行中部带导东港的车派礼，也请身躯的同工有备心来接受车派。第4点，那本会伫5月初3主日来举行美国香柏树的音乐见证会。美国香柏树的音乐国际宣导事工也出伫咱出生伫迄个高雄去美国的吴英俊宣导师、宣教师所创立的。今年再度佫倒来台湾，国教会来举办巡回的音乐诗歌的见证会，定伫咱5月初3 2堂的礼拜来举行。欢迎兄弟教士来邀请慕道友甲朋友、好友的朋友来参与。第7点，咱下主日4月26要举行异地的祈祷的时间，也伫本月拜六礼拜也定伫4月26拜六暗时7点来举行。咱50喜年的庆典的时间来报告。本会定伫4月26来举行50回响，声声不息圣歌队诗歌的观摩会。伫4月26下晡1:30到5点，要伫敬拜中心来举行50喜年的教会建造复兴的研讨会。系列3 50回响，声声不息，圣歌队诗歌的观摩会，也透过跨教派的交流来学习，共同来歌唱的技巧甲音乐的侍奉开力，伫俄罗诗歌来分享见证。也咱迄天咱的爱心有仓是点停吼。咱诗歌观摩会也有邀请中会有6队的圣歌队来参与献诗甲观摩。到时咱请兄弟来踊跃报名。本会定2月16来举办教会祈祷事工的研讨会。5月16下顶晡伫9点到4点半，伫敬拜中心
咱举办着教会祈祷事工研讨会，邀请正教会做伙来探讨，甲激励着祈祷事工的开力。第三点，咱本会定伫8月初9要举行咱50禧年感恩的餐会。咱本会50禧年庆典的委员会来规划，伫8月初9下晡3点到5点，5点半、5点20伫文化中心来举行设教50周年感恩礼拜。会后下晡6点要伫中营桂冠酒店来举行50禧年的感恩餐会，也本会也启动第一阶段来报名的作业。咱希望咱富阳教会会友甲咱家属有参加聚会的慕道友、小组拢会当报名。报名的缴费方式也每一人400块，咱教会来补助400。咱若有参与小组，伫小组团起来报名；若无参与小组的，请到1楼李志强长老来登记报名，来缴费。第4点，咱50禧年的纪念 T 恤开始登记来购买，一领150块，也有分3色乌色的、白色的、甲柑仔色的3款的色滴。咱伫办公室也有提供原版的赛事尺寸，要来量，互咱穿、试穿。礼拜后会当到1楼大厅来登记。以上报告，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好呀，这位大家平安。我来做补充，特别是爱提醒的部分啦，拄则咱的总结知识已经报告了真详细主要是我要几项提醒。第一项就是讲，咱后礼拜咱有即个圣歌队的观摩会，因为咱第一场礼拜煞就爱第2场礼拜爱落去地下室，因为咱若第2场伫遮礼拜12点半才结束伊即个圣歌队观摩会足紧就要搁举行1点半就要举行1点钟搁食饭款袂赴啦遮台顶拢要安排遮的即个讲台即个楼梯圣歌队嘛要款即场的布置所以咱后礼拜咱第1场礼拜煞，咱照常无，咱即场无影响。第2场咱就是爱落去地下室做礼拜，做礼拜。因为咱最近第1场礼拜，因为咱有差不多120位兄弟去读即个文道学校，较人较少我拄仔甲看咱即边即工120个无人坐，表示讲有个兄弟去读正民族学校有的是第2场礼拜才来啦但是有呢，爱请咱大家斗鼓励咱隔壁看一下讲，咱定下咧做伙的兄弟今日哪会无看到咱会友的关心足重要。拄则詹牧师咧讲的道理咧甲咱提醒讲，你敲电话去甲关心伊，会感觉讲哇，我无去你也遐关心伊即个气力就出来所以咱请2场礼拜咱互相来关心，讲隔壁。不一定，即个兄弟姊妹无来，有的是自然的原因，有的是身体无好势咱若关心会带来真大即个欢迎甲气力上是因为后礼拜咱要接待6队的圣歌队啦，6队的圣歌队所以3楼拢要款做一个预备场所，比如若要换圣歌队要款所以咱后礼拜。迄个爱餐有若要暂停一届爱餐要暂停一届，所以即个情形，请咱大家安尼包涵啦嘛配合一下。上重要是啥物呢？咱后礼拜下晡的即个圣歌队观摩会毋
毋是即6队的队员互相观摩啦，需要咱会友的鼓励甲掌声。所以咱本会会友吼，一定要来参加，来甲咱的圣歌队鼓励啊！因吼对今年年初练到即阵呢，吼啊，佮8月要佮练吼啊，足辛苦的。啊，后礼拜要佮即场地拢要款要筹备，啊，有咱会友的鼓励，我想因上大的快乐吼。啊，所以后礼拜除了早起的礼拜以外，下晡欢迎咱。啊，因为咱下面大部分拢是要互即圣歌队员6跟9个圣歌队员来坐啦吼。啊，所以咱会友若无参与献诗的，咱拢来楼顶5楼吼。啊，大家做伙来鼓励啊，感觉讲坐满满啊，表示讲大家同心合意吼。啊，咱长老教会是唱歌的教会咧，唱圣诗的教会啊，诗歌的教会啊，所以咱来看6间教会因的特色吼。啊，佫有演讲哦吼，佫有诗歌迄个原理的演讲啊，咱有2个博士吼。啊，要来咱遮甲咱做勉励啦吼，有金希文博士，啊，佫有李建一博士吼，啊，即个特别甲咱邀请。啊，上次讲到爱心午餐哦，牧师万要甲咱顺续补充即个。啊，昨昏咱的即个爱心午餐的东港有开会啦，啊，有一个代志要甲咱联络吼。什么代志呢？就是讲咱整个月啊无发生迄个美伊战争无吼，啊，突然间吼石油怎起价啦？啊，搁较严重影响到咱吼，连塑胶咯哈，塑胶袋啊都无得买咧吼。啊，咱的爱心午餐是讲啊，安尼吼，迄塑胶咯啊，搁饭盒啊、饭盒啊吼，买袂着，是毋是吼？暂停啦，暂停供应。哇，突然间吼，啊，无人要食就对啦，无人要大，啊，所以才存起来安尼啦。啊，因为想讲，啊，什么原因？啊，你毋是拢有咧包转去厝啊？甲另外一半做伙食嘛，今仔无包，伊讲啊，都无客啊，我就无爱包啊。哇，安尼煞存起来嘛歹呢吼。啊，到尾吼，咱想想的，毋是讲无爱提供即个客啊吼。啊，最近改成较灵啊啦吼，有搁买入来啊。毋过为着要鼓励啊那呢，若假使你爱心午餐，你是讲我要包另外一份转去厝搭食，也是讲要互恁即个另外一半吼。啊，伊都无方便买中昼顿，我摕转来互食。但是呢，咱为着要鼓励你吼，请你若有要包的吼，家己炸你的便当盒啊来包，安尼好无？哦，炸来，安尼环保嘛。啊，若真正讲啊袂记啊，突然间袂记要包吼，咱即马吼若有迄个便当盒啊，甲攞个规套吼，要加收10箍，加收10箍，毋是要为着趁钱啦，为着要鼓励你吼，炸便当盒啊来，安尼听有吼？嘿，咱进前上年吼，偌功夫安尼送咱的上年队员吼，一人一个干便当盒啊，你拢无炸来，迄足好势，会当底汤，会当底菜，会当底饭吼，嘿，好啊，甲使用，啊，真正吼，迄一个战争落去吼，连咱平常时上俗的物件都买袂着，啊，咱就会晓啊，尽量节省啦吼，啊，所以环保啊，咱只4月22哦，3天后就是咱世界地球日，嘛是咧。鼓励咱注重即个环保，注重即个地球吼。啊，请咱即点大家相配合一下。啊，其他的消息咱报过来真详细，只有我要提醒一项啦吼，就是讲吼，咱的迄个50禧年的爱餐，吼，咱要伫中营的酒店要开60桌，60桌毋是咱的限制，人的倒声就是安尼，佫开无位啊。啊，所以吼。为着要赶紧甲这名单报起来，会友哦，到5月母亲节以前，咱会友先报名，一个400块，等于教会补助一半，一到8000嘛。啊，你交400就好，若有占位就爱交钱哦。啊，交钱才有算报名。啊，为着要方便吼，咱小组甲小组报，上年甲上年报。啊，咱到时若要测全家坐做伙，名单自然会甲你测做伙。安尼。迄个小组牧区啊，佮参啊，即个团契，伊较知影讲你有报无报，较袂晓问人问东问西啊，问足侪，就你有报就知影。原则上，咱的会友啊，伫遮长期咧做礼拜的无导游，啊，佮参咱会籍无伫遮，总是你拢伫遮咧固定做礼拜，遮拢优先。啊，你若是讲啊，我要招我的亲戚50台北啦、台东。台南遐吼，把迄个高雄都甲招来，请问一下5月以后的，若有春位才互你去招，安尼好无？你的亲戚50，我们来闹热啦吼。嘿，啊，即个是咱与道声的关系，咱为着要伫文化中心来做感恩礼拜，
啊，佮刷落去食道吼，会方便，毋免佮刷来刷去。啊，咱的筹备委员会是外头听，用足侪功夫去找，到尾即个上方便。吼，礼拜啊要录，咱的生活里要录音，吼，因为要唱一条金秀文老师的即个对咱创作的诗歌，啊，伫遐录音才会水，才会好，啊，佮随刷落去食道，安尼上介好吼。啊，所以即点，请5月初10以前，尽量4月底都甲报满。啊，咱有人统计讲，偌侪人报名，啊，佮剩偌侪位要开放啊。吼，你若要招你伫外地的亲人参加，安尼就当第2批报名，第1批先报咱会友吼。佮一项，咱吼50几年做足侪事工哦吼，就是讲咱要来算嘛毋是义卖啦，咱要半卖半送一领 T 恤，啊，为着要互咱吼，逐个人有一领足水的 T 恤，有3色，乌的、白的、甲球仔色的。啊，咱楼骹吼1楼吼，真有摕迄种代用品啦，就是迄个赛子的吼，有对 S、M， 啊，佫有囡仔的吼，啊，你来登记，啊，你要登记倒一色，吼，3色，咱伫这荧幕内底有无？这3色讲倒一色上下你的个性，吼，啊，你要买啊，甲登记落去吼。啊，嘛讲咱逐个人拢有份啦，啊来穿这足水的，若要办，咱年底要办运动会吼，穿这介好吼。啊，一领咱150块，即马要去倒去买，路边摊才有人150块啦。哦，啊，你赶紧甲买落去，安尼，毋知使一人买一领尔晓，会当增加，哈，会当增加，哦，你若买10领，恁兜拢种做伙吼，啊，欢喜啊！啊，意思讲吼，咱这是有补助的哦，吼，啊是无浪费啦，啊总是穿落吼，这真质感真好吼。啊，但是楼骹迄是代用的，就是迄领衫要互你试你的 size， 为人吼边加只片后壁就看会出来。啊，你平时穿 L、XL 拢知啦吼，啊登记一下，啊开始要来制作。因为咱即马就是讲定几领要做几领就对啦吼。啊，最后一个报告就是讲，咱另外咱的主席都有办一个亲子讲座。亲子讲座真好，这个老师吼是刘慈慧老师，是迄个教育大学的教授退休的，真够做这个亲子，就是讲父母甲囡仔中间的关系的这个讲座。啊，咱主席都主办，但是鼓励吼，咱遐日子袂，你通招你吼亲情，还是讲你的厝边有咧饲，对咧照顾囡仔来听，吼种爸爸妈妈啊，要培养细囝。啊，然后国中、国小以下的小朋友的父母鼓励因来参加，毋是讲咱会友伫度帮赞吼。啊，搁一项就是5月初3，咱后礼拜26嘛，吼，搁落去2礼拜后，咱有要邀请到伫美国即个吴英俊博士吼，宣教士要来主持一个音乐见证会。啊，当然即个会咱今年吼足侪会无问题，但是呢，即个见证会吼。你来让招无道友来听介好，因为有诗歌有见证，啊等于另外一种的福音主日就对啦，福音主日安尼吼，啊欢迎咱来踊跃哦吼。好，会记咧后礼拜吼，后礼拜咱就即个午餐暂停，啊第2场礼拜要去地下室安尼，用安尼甲咱做补充报告，多谢。上营会长起立。咱唱391首《阿乐天庭主宰》，毋是刷声牧师来教导。咱做伙来领受，愿上主赐福你，保护你，也愿上主的面光照你，施恩予你，也愿上主欢喜面看你，赏赐你平安，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听堂，圣神感动扶持甲相通，甲咱众兄弟姊妹三个弟弟，对即时直到永世大保煞，阿免。
大家请坐，咱绿岛来闭会。第二遍搞结束，咱活动请安，我哋上帝祝大家。